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今仔审查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哦，那边两党是拢希望讲法案会当伫今仔就送出委员会，也毋过法案的内容实在是真多。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就批评在野党安尼是黑白母哦，望讲17、18才个好好啊来讨论。已经讲完了，我只讲一次，我已经讲完了。几个国民党的立委透早6点50分，就伫咧司法委员会提名。就连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嘛早就伫咧现场，那边联手希望要拼法案会当伫咧今仔日送出委员会。不过会议一个开始，就一句来一句去。时间到了啊！明年以后有没有办法把所有他们并进来？俺当我袂起啊！超过时间防消音，拿着完袂煞。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民讲，在野党想要赶伫5G控进前，通过互赖清德去立法院随问随答。尤其15个版本的草案还未并案审查，希望17、18才过来讨论。不过国民党团总召集人鲍坤基并无安尼认为。今天要正式的审查完竣出司法委员会，静候1个月的协商期，并在5月20号以前来正式院会表决3读通过。把这些版本进来以后，大家再来做一个讨论，不差那么1天了。目前司委会立委的人数拿到是6比6，那用表决的，民众党黄国昌的一票会真做关键。伊伫会议当中不时笑笑啊，不时出文一个。伫会议进前，伊嘛强调讲，无论审查甲悬换，拢无要紧。我们今天的目标非常的明确，国会改革的法案必须要送出委员会。出现小济麦克或者是超过时间消音，会议伫乱吵吵的情形之下持续进行。民进党团批评在野党为着要赶紧通过法案，毋但赶平平嘛真潦草。国民党团总召集人吴宗宪表示，委员会已经经过顺达3届的公听会，袂当阁延前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